伫安平斋主，当时嘛是安平平安的文创业者施伯峰的吉他伴奏，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特别改编两只老虎的囡仔歌来应景，为大家祈福，并且带来欢乐的气氛。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然后我们伯峰施伯峰施老师，基本上每年都帮我们设计这么棒的一些文创红包其实我们已经合作好几年了，所以每一年很多的民众都会期待说，哇，我们今年的平安安平的红包设计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因为我们都会把平安安平这样的一个代表我们台南的非常平安的字眼，一起跟我们的生肖结合，然后做文创的一些发想，所以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一些创作，所以今年就是虎力平安。虎虎生风，虎力平安。我们这个虎虎生风、虎力平安的红包也出来了。那我想这一次这个规格上其实更加今年的造型更特别所以稍微大了一点点。那这次呢，可以让大家呢更可以作为一个很漂亮窗花的这个装饰那也可以变成一个小小的春联，让家里带来喜气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每年的农历春节都会推出1块的红包。对2019年甲安平平安的文创公司来合作，今年已经进入第4档。文创业者施伯峰表示，今年的设计主题以虎虎生风、互你平安，并且扎入太极的意象。今年的是2022年那2就是代表2只老虎。那各位看到2022，就有点像2生4的感觉，所以太极刚好是2仪生4象。4象生8卦，代表着生生不息。那这2年来，其实台湾也好，世界也好，需要更好的一个新的福气的资源来做一个生生不息。那各位看到老虎的身上它是虎纹是植物，它就是我们用金边虎尾兰。那金边虎尾兰代表什么？招财、步步高升跟辟邪祈福。那所以说我们今年呢特别用心，把这个老虎的元素结合这个太极还有金边虎尾兰。立委甲议员表示。伫个议员副司的1块红包的发表以后，民众对今日起，拢会用到北区、中西区、甲安南区的联合服务处来免费索取，因为数量有限，每人只限领1个。望新的一档，大家平安健康，虎年行大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